转来看国内这桃园中立一间废药公司计划伫咧龙潭买地，搁起一间泰鲁工厂，目前是已经通过市府的环保评估，煞是引起在地反对。当地居民认为讲，这间废药公司过去就真侪污染的案底，即马搁要来遮起新工厂，恐惊会污染环境。这几片3.6公顷的土地，是中立一间废药公司买来按算要起废药工厂的。目前通过市府宽评的阶段，不过这间废药公司过去有几届空气污染、甲水污染防采发的记录，在地人烦恼废药工厂若起落，3支大烟筒会污染环境。我当然担心，我们这附近里面都很担心。我们这乡下的空气本来就很好，假如说有这个工厂来污染的话，造成大家里民的那个健康，我们是很担忧的。废药公司买来起工厂的土地，挖近联分国中、本树相港、甲大北溪休闲农业区的隔界。里长要求讲，工厂若要设置烟筒，就要采取更加科学、甲生态方式来排放。要求市府就要监督这间工厂环保的问题，希望在地莫受到污染。若无，这里民百面会出来抗争。据我们的了解，目前开发单位还没有举行说明会，本局后续会要求开发单位在举办说明会之前，一定要广招居民听取意见，并详细说明，还有做好敦亲睦邻的工作。环保局回应讲，这间废药公司起新的工厂的开发宽评案，去年5月通过审查，目前还无收到预告要开工相关的公文。针对民众烦恼空气污染的疑虑，伊嘛讲，若要设置火顶相关的设备，就要依法申请设置的许可、甲操作的许可，有符合相关法律的规范了后，才会当来执行。公司新闻，桃园报道。